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我哋天通嘅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来训练嘅先生阿凯。等下要教大家来做嘅我哋肌肉同我哋力量嘅训练哦。等下向下停顿先生来做哦。今日要教大家训练嘅动作係我哋胸膛嘅动作哦。可以請大家準備等呢同保特瓶，等下我哋會用到哦。人們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做3個熱身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係我哋會呼下氣，2隻手並喺腳襠高，做嘅時間右手同左手要交換來做哦，一片要做4-2擺，我哋開始嚟哦。做嘅時間，一隻手先向襠高。仰向來，你個頭看你個手掌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安尼算1擺哦。好，第2擺，3，慢慢做，4，5，6，7，8，9，10，做嘅時間記得咯，要看住你嘅手哦，頭唔好看地內哦。11、12、13、14，慢慢做入好嘅哦，唔是太急。21、22、23、24，好，一萬我哋第一個動作做起來，一萬要換第二個動作哦。第二個動作做嘅時間，向下係左邊同右邊交換來做。等下做嘅係我哋腳嘅動作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先同我哋呢一隻腳，左腳仰向來，手能蹲呢膝頭，反向來，安尼算1擺，交換做哦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咁樣哦，慢慢啊做入好嘅哦，唔好太急。人們我來做我哋第3個熱身嘅動作哦。等下做嘅時間，我哋先面在體內方，面開2隻手並2片，也動作做嘅時間，2隻手向襠高，仰向來，順勢慢慢啊變下來。好，順勢嘅時間，頭起，下來嘅時間，縮起，慢慢做哦，向襠高順勢，變下來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
跳去11、12、13，慢慢走路好的哦，唔是太急。19、20，好，等下开始来做我哋第一类训练的动作。等下做的时节，要拿我哋的保特瓶。同样哦，做的时节也要动作要面体内风。面下来的时节，拿对我哋的保特瓶，慢慢面下来，两只手向裆部伸出。做的时节，向痛放下，慢慢啊，两只手向落背，放下来，顺上去，放下来，顺上去，顺上去的时节，你的手要伸出咯，唔好弯弯安尼。慢慢放下来，顺上去，放下来的时节，缩起，顺上去的时节，肚丝放下，跳起，慢慢走路好的哦。我哋做20摆，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也如係我哋第一类训练的动作。第二个要做的时节，同样哦，面体内风，同样拿对我哋的保特瓶，面下来，顺头做的动作18同样，顺上去，也摆我哋的手伸出，唔係向裆部哦，係向两边打开来，用到你的手用到体内。竖过来，安尼慢慢做，打开来，缩起，肚丝放下，跳起，手要伸出咯，唔好弯弯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缩起。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我哋同样做20摆哦。缩起，跳起，记得做的时间莫太急哦，慢慢啊放下去，竖回来。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慢慢啊，讲来放体内风，朝风来如何诶？好，做下时节保特瓶，放体内风如何诶？也慢开始，我哋要来做我哋竖槽的动作哦。竖槽的时节要用到我哋的灯呢，灯呢先放一片，也喺竖槽的动作呢，左手同右手交换来做哦。好，开始做的时节，七条开体内风，一只手放灯的当高，身体起下去，好，慢慢啊下去。
到呢相同，绑很如何的哦？按呢做，差不多10秒。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放来，要慢，爱定稳片。中央哦，树中等的蛋糕，慢慢啊下去。中央按呢做10秒。7、8、9、10，放来。也係愛定第一個樹槽嘅動作，也蠻愛做愛定第二個樹槽嘅動作哦。也係動作唔會太難，你嘅樹向後背向大下順出，用通綁起，向用做10秒哦。7、8、9、10。也如係愛定第二個樹槽嘅動作，好多舊大家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等一下停頓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哦。開始愛定愛先來做愛定熱身嘅動作，等一下第一個熱身嘅動作。愛定屈下去，手用愛定呢腳中蛋糕，做嘅時節右手向蛋糕壓放來，慢慢啊放下來，穩片哦，我愛定左手壓上去，放下來，愛定按呢做10遍。3、4，做嘅時節記得哦，看住呢樹哦，按摩踢腳。7、8、9、10，要麼愛定做起來，愛揾第二個動作，好，也個動作做嘅時節，向用兩片高溫來做，好，愛定開始來做嘅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要動作慢慢做哦。8、9、10，好，要慢愛定第二個動作做起來，愛揾第三個動作哦。也第三個動作做嘅時節，愛面對第哪方？好，面好誒，兩隻手放兩片，慢慢啊向蛋糕，吐氣順出，好，吸氣放下來，吐氣順出，吸氣放下來，吐氣順出。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放下來哦。
也慢我哋熱身嘅動作做起來，我來開始做我哋嘅訓練嚟哦。等下臀凳呢，拿過來，不用蹲。我哋嘅兩隻手愛拿保特瓶，拿蹲，朝天嘅方。第一個動作，我手拿空來，向當高，向頭拿當高哦，壓高，變下來，變到保特瓶，然後頭拿兩片，送上去，好，變下來，按就算100哦，好，送上去，變下來。做嘅時節慢慢做，順嘅時節跳起，變下來嘅時節縮起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假如係我哋第一個動作，做嘅時節，保特瓶可以拿大罐，又會細罐嘅哦。好，較有力嘅人可以拿大罐嘅，冇力嘅人可以拿細罐嘅來做哦。也慢開始，我哋要做第二個動作，同樣手拿住兩個保特瓶，將身體兩邊向兩邊。壓放來，都按你如何哦，冇太高哦，慢慢啊，變下來，壓手順側壓放來，變下來，壓放來，變下來，變嘅時節會慢慢啊變哦，冇太急，對，壓上去，變下來。壓上去，變下來，好，同樣做10遍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假如係我哋第二個訓練嘅動作。阿凱先生講大家學嘅時節冇熟悉，好，我哋為第一個動作還做100哦。好，一慢開始，手壓放來，向頭拿當講，送上去，變嘅時節慢慢啊變下來，送上去，變下來，哦，動作冇太急哦，慢慢做落去哦。變下來嘅時節，縮起，肚臍放輕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還400哦。4、3、2、1，同樣哦，我哋一慢我來做第二個動作，大家有記得冇？保特瓶用兩片，哦，我哋兩隻手向兩邊壓放來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壓放來。變下來，同樣哦，變嘅時節冇太急。好，壓放來嘅時節跳起，變下來嘅時節縮起。4、6、7、8、
9、10。較有力的人可以提蛋糕，按呢個時間停一下，差唔多2秒。1、2，放下來，按呢嘛會可以哦。1、2，放下來，好。1、2，放下來。也係如係，我哋基本的訓練的動作哦。等下愛做嘅係我哋暖身手操嘅動作哦。等下我哋兩隻腳開天來風，一隻手用頂嘅蛋糕，另一隻手用天來風，背囊綁輕，身體提下去。按你做嘅時間差唔多做4秒，綁輕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按你慢慢的做。7、8、9、10，好，一隻手做下。我哋按片來做哦，咁樣一隻手用頂嘅蛋糕，另一隻手用天來風，背囊綁輕，身體起下去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咁樣做4秒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等下我揾下一個動作。下一個動作做嘅時間，兩隻手向後背，向大下，唇出，胸膛向蛋糕，綁輕。做嘅時間，縮起，慢慢地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頭起嘅時間，手向大下，唇出。縮起，頭起，咁樣做4秒哦。縮起，頭起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原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臀線上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、精神，我會越來越好哦。停痛，我哋下次見。